塌落哦哈。哦，若要算小起来吼，你10条狗命你都无够啦，我跟你讲。嘘，你嘛较细声。虽然我以前嘛对不起你文桥啊，但是我即摆是去大间病院内面咧，叫伊做组长咧，你面子嘛少甲我留者。哎，你即摆来遮好康咧，啊你就甲恁祖妈放我袂记哩。我跟你讲哦，即摆恁祖妈吼，规身人拢来啊，啊看你要安怎甲我安搭。我安怎？我插我是？好，我插我嘛是会用你啦。你较早吼，食恁祖妈的，用恁祖妈的，困恁祖妈的，即摆拢甲我清清爽爽的。这就是话，慢你啦，你先转去啊，我即摆趁真侪钱了吼，我会转去找你啦吼。海子，我袂讲互你便宜啊啦。即摆吼，我要甲你倒一条条，啊你若行来倒，我来甲你倒来倒，啊你若要困倒，我来来困倒。我足苦啊我。阿喜啊，一定有你啦。哎，想要到你遮尔啊风流，可以四界留情啊哈？啊？风流？哎呦，夭寿哦！原来你牙骹还有查某？无啦。哦，我知啊，是毋是拄啊伫咧病房迄两只？你讲唔对啊啦，人迄两位吼，一位是伊的某，啊那另外一个是因查某囝哦。夭寿哦！原来你叫做好水囝，你讲阿伯母你是毒神啦！哦，我你斗阵20年拢知，我你用家庭人，我跟你拼，好啦，你做啥你打死人啊？好啦，你嘛较冷静者。你想看卖啊？这件代志若是闹开哦，我安怎讲？你是人婚姻的第三者呢？安怎你拢嘛输面啊？是讲哦，我这个人哦，想要甲你斗相共，啊，我阁有一间套房啊，若无我就安排你先去遐住安怎？好，我就住落来，看你要甲安怎甲恁祖妈安搭。诶，唔对咧，这位夫人啊，啊你敢袂讲无条件要甲我斗相共啊？哎哟，等将来阮准生是要带查某囝庆咱啊，那安尼讲起来，阮后摆嘛是亲情嘛，我毋知甲你斗相共对无？搁再讲吼，我嘛希望将阿喜啊收去做我的新妇啊。一定有你啦，这真歹势啦。啊，庆兰哦，煞无答应着准生的要求哦，从无将我这老爸看在眼内，我吼。唉，这若要怪哦，就怪阮准生啊心肝伤过急啦，无怪庆兰毋再甲拒绝啦。是讲伊两个婚事吼，后摆我再来想办法解决啦。啊，对啦，我有一件代志吼，要先吩咐你去办。小查某你莫摕着钱了，出去你做小老。哎呦，3棒车呢？啊，咱哪使要紧啦？规定哦，咱是斗阵的呢。啊，斗阵的，你的就是我的，啊，我的嘛是我的。阿喜啊，钱交伊嘛无啥物唔对啦。这位小姐，嘿，无你遮小坐一下吼，啊，我有代志要吩咐阿喜啊，明明再请伊带你去套房遐啦。哦，好，恁做你无用，做你欺负着我，即摆嘛真无用的。哎呦，夭寿哦，唔正够咧，这个空气啊吼，啊，阁有法度赚大钱。啊，你夫人啊，这款要求代志我也敢做啦。好啊，既然你若唔敢做吼，啊，原来10万块害我。啊，另外我讲套房要招你大代志，啊，当做我无讲过。啊，对啦，啊，这计划错了，你也免做，你转去庄较食家己啦。一定夫人啊，莫安尼啦，你叫我做什么代志哦？我一定拢甲你做啦，啊，不过俗记啊吼，是院长以早的旧仔人，这我都唔敢咧。哎呦，那你嘛想清楚，啊，你遐替院长受这尔啊济，伊到底是互你啥物？我对你这尔啊照顾，伊阁对你这尔啊好，叫你甲我打骹手尔，你都唔肯，啊，你说敢对啊？不过这咧做吼是伤天害理的代志呢。哎呦，袂啦，这免哪是伤天害理的代志？嘿。这你是咧甲我斗相共咧，迄挽救吼我甲细明的婚姻，这是咧做好代啦。啊，这是咧做好代哦。对啦，我只不过吼是要细明对淑姬啊死心尔。来，这包药粉啊，你找机会将这药粉啊掺喺水内底，互淑姬啊啉。等伊若是昏倒了后，
将伊衫绑个光光光，翕几张我上转来这，好啦，既然你若是无想要做吼，我嘛袂当勉强，敢毋是？规定哦，有钱使鬼的下无嘛。我拢毋信讲我有钱吼，会请无人甲我做。好啦，我照你事甲你做啦。真好，这只是真紧尔。代志若是完成了后，我另外阁有后事。好无？这件代志是咱两人中间的秘密，你是毋通有第三者知影。我若无希望告你，家己知影吼。我知影啦，我知影啦。喂，你讲你是啥？真主阮的啊！你是啥物人？要创啊？你是毋捌看过钱哦？我个别人嘞。啊，伊就甲伊你夫人去办公室讲要讲什么代志啊？你就是个查某囝吼！哎哟，侥幸哦！若讲甲恁这某仔囝哦，实在够无路用的啦！安尼哦，放阿姨啊，吹牙口弄溜溜20几年，好佳哉哦，是拄着恁做哪呢？啊，若无吼，这声哦，就死伫路边去，够报伊啊！我跟你讲，你是人我袂讲啥？本来就是安尼呢。听人啊，阿母，你哪会起来啦？你叫什么金珠粉啊？对啊。你敢知影阿喜啊，这20几年来，无顾着阮母仔囝，家己离家出走。你拄也是讲甚笑话啊？阿母，莫甲伊讲遐济。金珠粉，我甲你警告，上好你就是心啊，较紧离开阮阿爸。你若是搁甲伊勾勾伫，我一定会找你算账。哎，这个人毋是你用火搅大汉的呢。我跟你讲哦，你若吼讲叫我离开阿喜啊，莫甲伊勾勾伫，会用伊啦。安尼哦，这20几年互我饲的吼，这个笑拢甲我清清爽爽的。陈珠粉，你安尼是你为难人呢？你也知影，阿喜就来甲伊即摆是合我的夫妻哦。伊若要告你，你是犯着破坏人的家庭，你知无？就我这毋惊咧，规定哦，我若敢来哦，我都毋惊某囝大阵啦。哎，你这个戆查某吼，我跟你讲哦，我若是你吼，我就早吼，甲迄个阿喜啊，伫个海口食番薯啊啦。哦，这20几年我哩做伊早拢无插恁母仔囝。哎呦，拜托诶，安尼就代表讲哦，伊对你无感情，根本就无爱你嘛。你看见去？安怎啊？阿母，安怎啊？阿母，你有安怎无？庆兰，紧扶恁阿母去病房的，我来叫阮爸爸吼。好啦，金珠粉，我甲你讲哦，阮阿母若是有啥物三长两短吼，我这条蛇一定会算计你的头壳顶啊！行啦行啦。算我头壳顶？哎，啊，等我无甲伊拍，无甲伊杀啊！这个人讲话嘛真奇怪。哎，真珠嘞，你一支喙舌念是你念啥啊你啊？哎呀，我跟你讲哦，拄则恁某吼带恁查某囝来甲我理论呢。哈，伊掠准讲吼，我会惊伊咧，叫我知甲你离开啦。我才无得甲伊信答。哦，你这个三八查某呢？你要甲人冤家嘛？看所在，看地点，看对象啊！你真正哦，世间那个无啦，放假使几大堆啦你。哎呦，我好 Q， 你讲骂我？好好，那安尼哦，拄仔这笔账哦，我就算伫你头壳顶啦伊。哎，较细啦，哎，较细咧啦。爱一个人需要我等，需要我这时间讲因我。烟花如此啊，风雨中的花。阿哥，咱无爱去阮兜啦，叫我出来是有啥物代志呀？我想问你，你老母倒来是？我专案才会转来吼，本来想讲要当下面甲庆兰求婚啦，想袂到。伊甲你记住对无？这件代志我早就知影啦，是讲袂要紧啊，紧事看办。到时阵哦，阿哥再甲你想办法。真实的哦，阿哥，毋管安怎吼，你等下甲我斗3工啦。我实在愈来愈袂了解哦，这查某囡仔心肝到底是咧想啥啦？迄囝人吼明明都对你真好，啊，想到明仔载伊就搁变面啦。阿哥找你出来，就是要甲你讲，我正咧进行这件代志。只要这件代志若是成功，我相信庆兰会倒来求你哦。真实的。当然嘛，真实的啊。不过阿哥需要你斗3工啦。
对啦，这件代志连恁爸妈拢爱保守秘密咯。要若无颠倒如假假，我毋知无去恁兜约你出来啊。好，只要当我带着庆兰吼，什么代志我拢当甲你配合啦。阿哥，啊你即摆爱我安怎做啊？你啥物拢毋免做，只要叫庆兰陪做。哈？伊拒绝我的求婚，你搁叫我去陪做？伊拒绝你的求婚，并无表示讲伊要嫁别人，敢毋是？那呢，你就还佫有机会啊。敢讲你要放弃？我无可能放弃啊！一世人我若无带着庆兰，我唔甘愿。那安尼哦，你就听阿哥的话，保证对你来讲是有好无歹。另外，你即摆开始就监视阿喜啊，将伊所有行动拢甲翕上起来。只要你手头有伊侵犯小姐的相片，你搁听讲伊袂叫庆兰嫁予你。阿哥，甲小琪阿姨翕款相片，安尼敢好啊？小姐啊，伊一直咧破坏我的婚姻，我你现在我有啥物唔对？你要怪，怪伊家己好啊！春心，敢讲你要放弃这个机会？你最后啥物拢得袂到，你这个一世人后悔。阿哥安尼生做，为着你嘛是有好，你会当记得起来。阿哥啊，嘛当保护我的家庭甲我的婚姻。也毋过阮阿爸伊。我安尼死做，嘛是要恁老爸死心吗？假使讲伊若是看到小鸡仔甲阿喜也无穿衫倒伫冰床顶，伊对小鸡仔敢我阁有啥物愿望？伊若死心，恁老爸甲恁老母就袂规工冤家，那安尼，因就用个再过较早迄种幸福快乐的日子，敢毋是咧？庆兰，你放心啦，有阮爸伫吼，恁阿母应该无危险啦。我毋若烦恼阮阿母的身体，我心肝上不平，就是阮阿爸伫外面为非善作，对不起阮阿母。明了，我要告金珠粉，破坏阮家的家庭，你讲好无？这哦，我是想讲吼，甲阿喜即嘛参详了，看安怎再去决定啦。毋过，无紧甲过，我总毋甘愿呢。叫来，伊条，阮阿母有要紧无？你放心啦，我拢处理好势啊，尽量吼，莫去遐搅了，互伊好好静养。你看，阮爸讲的话你有听到吼？啥物代志？等阿喜即嘛若较好的时阵吼，再去参详啦吼。明了，较晚咧吼，爸爸想要来看添到爸啊，你是毋是会当陪我转去？爸，我想讲你先去啦，我伫遮陪庆兰。好，啊无啊，较晚才去，吼。庆兰，翠仙，你搁来要创啥？我毋是已经甲你讲过啊？敢讲你还搁听无？庆兰，你误会啊啦！我是专工要甲你回失礼。袂失礼？是啊，啊我做代志拢无经过考虑，啊家己闯闯蹦蹦，就做一寡无聊的代志，想袂到你会这样生气，希望你莫见怪啊。你互我生气的原因，是因为你叫阮阿爸甲我拖去学校。毋是啦，我绝对无安尼做啦。我想吼，可能是因为恁阿爸知我去买船票要甲你求婚，所以家己才安尼做的啦。我知影即个代志吼，你对我误会真深啦。也毋过你嘛答应讲，咱是斗阵大汉的，你应该袂为着一点仔小小误会，以后大家歹面相看。庆兰，其实俊生咧讲嘛有道理啦。咱是自细汉斗阵到大汉，即款的感情有啥物代志遐严重，就互咱拆破面的对无？而且哦，俊生就甲你回信的啊，很容易啦。你还搁听伊讲话？庆兰啊，啊面容都我无咧怪我，你就原谅我啦。好啦，你唔讲话哦，就表示你原谅我啦。安尼啦，咱出来食饭啦，互我请。咱三个人哦，竟然真久无斗阵啦，就算讲庆祝咱已经毕业啦。真歹势，我要照顾阮阿母，无应该你食饭。庆兰，俊生，我实在真佩服你这个有啥物意思啊？你甲人求婚去用技术，而且佫有迄勇气来甲回信的，我感觉这毋是普通人做会出来。哼，免了。其实你的心肝内，我真惊庆兰嫁我，对无？无毋对啦，我会先去甲庆兰求婚哦，是想讲先讲先赢。咱两个人拢真爱庆兰，也毋过庆兰该咱叫一个人名。你家己凭良心讲，庆兰应该叫什么人，伊较会好。我感觉这个问题应该庆兰家己来回答，我无迄个资格替伊做主。讲实在啦，你希望甲求婚，我有当带一个。你脚手佫遮紧吼，真可惜啦，
这届我无成功，不过我绝对袂因为安就失志，我一定要过来比赛，看什么人成绩就起来。安怎？你敢接受我的挑战？我知影你袂放弃庆，我嘛一定要带你。好，我接受你的挑战，也毋过讲个好哦，这是一场君主之争。爱一个人需要活动，需要偌多时间讲永远。烟花如此啊，风雨中的花蕊。哦，袂歹呢。哎呦，阿弟啊，咱后摆真是会当大只哦。因你回你讲，这个土房要咧大，敢会假的是无啦？哇，哪会这么大？真有命哦！哦，哎呀，在这房间内底，还有葫芦精啊呢！对。金主诶，你安出开工哦，足忝的对唔对？因为因为都臭外甥啊咧，伊要洗一下身躯咧，咱到中山好休困啊。哟，啊你无讲我煞无想到呢，我安尼哦规工嘛忝干，啊为着来这要看你安尼增加呢，我搁穿这管单安尼啦，哎呦，脚够酸啊了。对，洗嘛较轻松对不对？你洗。阿姨啊，你上班来忝哦，你来跟我来绕下水哦。阿姨啊，来这来弄我囡仔，你好面前无？会叫你店的啦，我来去买啦。哦。啥物店的改变？啊，人那不看。卖着惊啊！规家的看咧，安怎？啥款？不担当诶！啊，你最近钱真正有啊？什么意思？口气点，卖螺丝。再大人讲你真黑大，其他我来解决哦。放心，来，上，来，总管对我做，来。规家。好啦，3年前好班叫人来，对。来，你去，好，你讲，来，点对了我爹，来，对了，我来，辛巴啦！这个你好。有够衰哦！哎呦，真正有够衰啦！将杯你生菜亏啦，放屁股会大破皮啦，逐张报逐张输，我是咧冲完着啥物啊？冲完着恁走马啦，哼！金主啊，你毋是咧洗身躯，连咪洗好啊？洗了有清气啊无啊？卖打进去哦！嘿啊，甲你走马摕啊！是要提醒啦。怎样看？哦，你掠住我伫咧洗身躯，你是讲我毋知你甲我偷摕哦？我咧讲哦，甲恁走马丢出来，啊若无吼，恁走马就咧爆回地头坑。哎呦，钱迄代志慢慢啊讲啦。无啊，你也知我伫遮。是我带伊来啦。我去套房找你，拄看到伊伫遐掠讲，我就咧想讲，你身躯若有钱，一定会走来遮。俊生啊，也是你较了解我。你也毋紧甲我丢出来。是要丢啥啦？钱啊！哎呦，暂时隔你安全的所在啦，连讲我连本带利拢偷当害你啦。啊！你意思讲，你甲我摕去背书，叫我背书了了？啊，好，安尼吼，恁走马就你甲伊拼。真起笑哇啦，咱踮遮玩家相拍，歹看啦。啊！你这小查某啊！金主任，你不要紧无？啊！你头壳哪位啊？啊！我问死啊！